健保署的医疗云端系统准备要改版咯，会来增加病人过敏的记录，卖扩大提供给护理师等第一线的医师人员，卖当来使用这套云端系统，望过会当来提升病人的医疗品质。 那插入健保卡，医生就应查到病人看医生的记录、用药啊、加检验检查这资料，为满足医疗团队合作照护的需求，为今年开始，除了医师以外，第一线的护理师等各类医师人员，也透过云端系统查看病人过去的医疗记录。 每一次的这个查询记录留下来，然后我们也有治安的查核，定期的会去抽验这个治安的管理的过程上的安全性，所以我想可以请大家放心。 为确保病人就医甲用药安全，健保署建立健保医疗资讯云端查询系统，到即马已经11年，每日平均有123万查询的记录。因应少子化甲明年台湾会进入超高龄社会，今年改版进化做健保云端系统2.0，除了新增加第一线医师人员用云端界面，也增加人工电子耳、心脏血管计压这实质部的查询。 避免病人接受自尽造影 MRI 检查时阵损坏，另外也将药品交互作用等自动比对，针对新冠病毒抗体或者是 RNA 检验用生物治疗人，会主动提醒医师安排病人检查治疗。整个智慧医疗的发展以及资讯整合的重要，所以科技也一直在发展。所以科技怎么样整合我们的大数据，然后加速我们智慧医疗用在我们。 的人民的病人的身上。健保署强调，今年陆续推动真济项照护新模式，比如晚期医疗、在体急症照护、偏乡地区专人整合照护模式等，希望透过健保云端系统结合科技大数据，打造多元的智慧医疗，全面提高病人的医疗品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